一程車嘅時間，聽完一本書。我係阿懶，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幫你先拆解再精煉每一本書。今日之內一定會有人問你一句嘢，可能係同事，可能係屋企人，可能係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。佢會問最近點啫？而你會答忙咯。答完之後你自己都唔會為意，因為呢個答案你已經講咗好多年。但如果你細心聽自己把聲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講忙咯嗰陣，語氣裏面除咗攰，仲有少少似講緊自己叻。我哋唔知幾時開始將忙當成咗一個成績。今集本書想拆嘅就係呢個等號，忙唔等於做緊嘢，做緊嘢亦都唔等於做緊要嗰件。而佢俾我嘅畫面係一部電話，你每日都好清楚部電話仲有幾多電，得一格嗰陣你會慳住用。見到插蘇你會即刻叉，但你自己仲有幾多電，你答唔答得出？作者話你嘅精神唔係一個時間表，係一嚿電，有上限，一日之內會上會落。而最食電嗰啲嘢，通常唔係你坐低做緊嗰件。呢個講法出自一本講點樣唔使做到死都可以做出成績嘅書，叫《更聰明》，英文 Smarter。作者係英國嘅艾米莉·奧斯丁 （Emily Austin）。講之前記住一個畫面，你手上有部電話，佢有電量表，而你自己都有。呢個畫面今集由頭跟到落尾。第一章，忙唔等於做緊嘢。你面前8件事真係急嘅，通常得2件。先講一個唔太好聽嘅發現。我哋大部分嘅忙都係自己攞上身，唔係老細塞，唔係公司逼，係我哋自己一件接一件咁攞上身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做嘢有回報，每剔走一格，腦入面就有一下細細嘅滿足感。剔得多，你就會上癮，而上癮嘅人有個特質，佢唔會問自己剔緊嗰格值唔值嗰啲電。作者有一句值得反思嘅說話。你得2隻手，你唔係8爪魚，但好多人真係當自己有8隻手，乜都想同一時間掂到，結果係樣樣都甩少少。佢建議你將件事睇真啲，你面前8件事真係急嘅，通常得2件，其餘6件唔係唔做，係唔使而家做。點分？作者引咗一個奧運劃艇隊嘅問法。佢哋做每一個決定之前，教練都會問一句：呢樣嘢會唔會令隻艇快啲？你可以問翻自己一句一樣咁狠嘅呢件事，會唔會真係推得喐我而家最緊要嗰件？唔會嘅話，唔好做。咁我哋點解會唔捨得放低？作者講到一個好核心嘅原因，我哋心底裏面覺得自己唔夠格，覺得唔夠格就要證明。而最易攞出嚟證明嘅嘢就係我好忙。呢個證明係用你自己啲電去買。忙仲有另一個用途，佢幫你唔使停低，因為一停低你就要面對一啲你唔想面對嘅嘢。所以作者開咗一個好賤但好有效嘅練習：7日戒忙。規矩好簡單，有人問你最近點呀，唔准答忙咯。夜晚唔好再排嘢做，排咗即係將工作時間拉長。最後一條最難，留意自己做緊嗰件事係為咗有人睇到，定係為咗你自己真係想做。所以呢一章唔係叫你做多幾樣嘢，係倒轉今個星期試少講一次忙咯，你會即刻發現自己幾難答第2個答案。第2章要管嘅唔係時間，係電。你一日最滿電嗰2個鐘，而家用緊喺邊？市面上90%教你做嘢快啲嘅方法，都係喺度計一日24個鐘點樣猜多幾件事。作者話呢個方向由第一步已經錯咗，要管嘅唔係時間，係電。你一日嘅精神同部電話個電池一樣，有上限，會用完，而且一日之內會上落。你試過得1格電，仲要做一件好用腦嘅嘢未？寫得出嚟，但係寫成點你自己知。同一件事滿電做半個鐘，冇電做2個鐘都未掂。所以第一步唔係買個新記事本，
係搞清楚你自己幾時有電。作者用咗4個好易記嘅級數，你可以攞嚟形容自己而家嘅狀態。完全冇電，乜都唔想，喐叫靜音；有少少電，做到啲例行嘢，叫哼歌。狀態幾好，講嘢諗嘢都順，叫唱歌。狀態最勁，一坐低就入到去，叫大嗌。跟1個星期，你唔使記低幾多，淨係記低你邊個時段係邊一級，同埋嗰陣你喺度做緊乜。1個星期之後，你就會有一張屬於你自己嘅電量圖。而好多人第一次見到嗰張圖，反應係嬲，因為佢會發現自己一日最滿電嗰2個鐘，永遠都用咗喺啲最唔緊要嘅嘢度。跟住第二件事，唔好再逼自己做一個唔屬於你嘅時間表。有人天生8點起身先叫正常，你逼佢7點起身，佢唔會變得勤力，佢會變得容易慌，食嘢亂，夜晚啲活動全部推晒。順翻自己個節奏、情緒、決定、狀態，全部會穩陣啲。呢個唔係懶，呢個係唔好同自己對打。咁如果你係無論如何都要早起呢？作者嘅答法係唔好一朝早喺度做決定，前一晚揀定聽日煮咩，早餐輪住3款，要聽嘅嘢下載定，每個決定都食電。慳翻嘅電留翻俾真正要諗嘅嘢。所以呢一章其實係講緊一句好多人講唔出口嘅嘢，我唔係唔想早起，我係想有段時間係屬於我自己。第3章，食電最勁嗰樣嘢唔係你張清單，係你腦入面關唔到嗰把聲。講完電量，講緊食電最勁嗰樣嘢，唔係你張工作清單，係你腦入面一直開住關唔到嘅嗰把聲。嗰把聲通常講緊3句：我唔夠時間，我做得唔夠好，人哋一定睇得出。作者話個腦有個習慣，你而家點睇自己，佢就會不停揀啲證據去證明你係啱。你覺得自己冇時間，你就會留意到所有令你冇時間嘅嘢，而忽略咗你頭先呆咗嗰10分鐘。所以要換嘅唔係方法，係嗰句你講咗好耐嘅句子。研究員追蹤過一班戒煙嘅人，成功嗰班講法同其他人唔同，失敗嗰班會講我戒緊煙，成功嗰班會講我唔食煙。一個係喺度掙扎緊，一個係已經唔關佢事。中間差嘅唔係意志，係身份。身體好嘅人唔係日日逼自己去做運動，佢哋揀喐，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就係會喐嘅人。所以作者叫你做一件幾古怪嘅事，好具體咁想象將來嗰個你。唔係我想賺多啲，係嗰件外套摸落去係點，張新凳嘅皮有咩味，同你共事嘅人恭喜你嗰陣把聲係點。呢個唔係發夢，你俾個腦一啲好具體嘅資料，佢先識得認出邊個機會係啱你。仲有一樣要學埋，幫自己講嘢。下次你俾人彈或者做衰咗一件事，問自己一句：如果係我最好嘅朋友睇住，佢會點同我講？跟住用翻同一種語氣同自己講。大部分人都會發現自己對外人好過對自己，連用字都要執。我今晚又要留低加班，可以講成我今晚喺度儲緊自己啲嘢。同一件事，兩種電量。如果3年後嗰個你而家企喺你隔籬，聽住你頭先講嗰句話，佢唔會鬧你，佢淨係會問你係咪真係咁睇自己。第4章，一日返8個鐘，即係480分鐘，用分鐘排，唔好用小時計算。講咗咁多，講翻個日程表點排。安排咗1個鐘寫一份嘢，40分鐘搞掂咗，剩低個20分鐘你會做乜？多數係攤咗喺度碌手機，唔係你懶，係你將時間切得太大嚿，大到你自己都唔覺得欠咗邊個。作者嘅做法係將單位改細，唔用小時做單位，用分鐘，一日返8個鐘，即係480分鐘。呢個數字嘅好處係佢好硬。你爬嘢嘅時候加埋唔可以超過480，超咗就要有嘢落車。
每朝坐低，將今日要做嘅嘢逐件寫低，逐件派分鐘，最耗腦嗰2件派落你上一章認出嘅滿電時段。計時器用抬頭嗰種，唔好用電話，因為你一攞起部電話，你就唔係喺度計時，你係喺度睇嘢。你會發現一件好搞笑嘅事，同一份嘢限死30分鐘做，你嘅專注度同冇限死嗰陣完全2個人。跟住講一樣好多人當咗係本事嘅嘢，同一時間做幾件事。科學嘅講法好唔俾面，人腦做唔到。你以為自己同時做緊3件事，其實你係喺3件事之間跳嚟跳去，每跳一次都要重新入翻個狀態。埋單計數，生產力跌大約40%，而且每次俾人打斷，平均要20分鐘先集中翻。你部電腦開太多程式都會慢，你個腦一樣，所以改做一件一件嚟，一件做到完，先掂下一件。面對成張清單，作者用4個動作分晒佢，即刻做，押後交俾人刪咗佢。最後一個動作最少人用，亦都最慳電。至於嗰啲你唔中意又避唔到嘅嘢，配一樣你中意嘅嘢一齊做。執屋聽節目，一段悶到嘔嘅路上，打個電話俾朋友，480。第5章，條線插住唔代表入緊電，睇落忙唔代表你今日過。最後一章講一件冇人肯認嘅事。有調查話8成3嘅打工仔承認自己做過表演式做嘢，即係做啲睇落好忙但實際上冇價值嘅嘢。平均一個星期喺呢啲嘢上面用咗超過10個鐘。你可能一路聽一路諗，我冇腦。咁我講幾個場面。走嘅時候部電腦唔熄機，螢幕留住，喺日曆度填一格假嘅忙緊，等人揀唔到你嗰個時間。有人問你點呀？你自動答忙咯。呢啲動作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唔係喺度做嘢，佢哋係喺度扮緊叉電。條線插住，其實乜都冇入到。點解會咁？作者講得好白，因為驚份工唔穩陣，驚人哋覺得你唔抵。咁點做？佢話將個重點由我想成為點搬去我今日想過成點。好多人將夢想清單寫住一層大屋，一盤過千萬嘅生意。寫完之後你會點？你會唔喐？因為個目標大到你今日做咩都好似冇分別，咁不如唔好開始。作者改咗個做法，叫每日要做嘅幾件事，今日喐過，今日學過樣新嘢，今日喺屋企煮過一餐，今日瞓之前冇再睇工作嘅嘢。呢幾件事唔會令你變首富，但佢會令你今日唔係表演緊，係真係過緊。仲有最後一樣係關於你點量度自己。我哋大部分人係用人哋嘅定義嚟打自己分。你朋友嘅平衡係做兼職湊細路，你嘅平衡可能係一份好攰但你真係中意嘅工，加偶爾去下健身室，兩個都啱，攞嚟比較先係錯。作者最中意嘅工具係一個圓餅圖，唔好淨係數贊成同反對有幾多點，將每一樣嘢按住佢對你實際上有幾重要，切成大細唔同嘅份，你會即刻見到離屋企遠嗰份可能大過有免費健身室10倍。個決定唔係計出嚟，係望一眼就清楚咗。兩張台面，一張燈住熒幕開住，人一早走咗；另一張嘢執好，燈熄咗。7點鐘有人行出門口，因為佢今日真係做完咗。總結，由頭到尾呢本書想同你講嘅係一件事，你唔係冇時間，你係冇電。我哋大部分嘅忙係自己攞上身嘅，剔走一格就有一下滿足感，剔得多就上癮，然後唔再問自己剔緊嘅係咪要緊嘅嘢。作者提醒你，你得2隻手，唔係8爪魚。8件事入面真係急嘅，通常得2件，其餘6件唔係唔做，係唔使而家做。分唔清就問一句，呢件事會唔會真係推得喐我最緊要嗰件？跟住唔好再淨係計時間計電，你一日嘅精神有上限，
會上落由完全冇電嘅靜音到少少電嘅哼歌，狀態好嘅唱歌，最勁嗰陣嘅大嗌。跟一個星期，你就會見到自己最滿電嗰2個鐘，一直用喺最唔緊要嘅嘢度。而食電最勁嗰樣係你腦入面嗰把聲。戒煙成功嗰班唔會講我戒緊煙，佢哋講我唔食煙。分別唔係意志，係身份。排嘢嘅時候將單位由鐘改做分鐘，一日480分鐘。最耗腦嗰2件擺落你滿電嗰段，一件做到完先掂下，一件做唔切嘅就押後交俾人或者刪咗佢。最後一件事最難，8成3人承認做過表演式做嘢，熒幕留住珠，日曆填格價嘅忙。有人問你點就答忙咯，嗰啲唔係做嘢，係扮緊叉電。真正要做嘅係將重點由我想成為點搬去我今日想過成點，同埋停止用人哋嘅定義嚟打自己分。懶後感。有一次，一個同事夜晚行過我張台，同我講：你都好薄荷，成日都咁夜。我笑咗一下，冇出聲，因為嗰晚我坐咗差唔多2個鐘，而我真係做到嘅嘢加埋唔夠20分鐘，其餘時間我喺度開檔案、刪檔案，望住同一段字，然後起身斟水。最衰嗰樣係佢句嘢我聽落好受用。我後來試過跟本書嗰個做法，將一日嘅嘢逐件寫低，用咗幾多分鐘，寫到中午我就唔想再寫落去，因為張紙上面最長嗰幾格冇一格係我會攞出嚟同人講嘅嘢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嘅問題係唔夠時間，原來我一直有時間，我淨係冇電。而我最滿電嗰段係朝早9點到11點，嗰2個鐘我通常用嚟做啲最唔使諗嘢嘅嘢。我而家試緊嘅唔多，就係嗰2個鐘唔開其他嘢，做完一件先算。做得到嘅日子唔多，但做得到嗰日夜晚唔使留低。所以下次有人問我最近點呀，我唔想再答忙咯，我想有一日答得出今日做完咗一件我自己揀嘅事。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一蘭，下次見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